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针对明年大选，民进党内市长参选人私底下已经增加，不过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市长人选较大拢也未出现，所以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将要上任的党主席吴敦义一旦听到地方的声音，同时赶紧提出救害选举办法，替选情加温。对着2018年的市长选举，6都各县市有意参选的人，拢已经表态竞争。不过，国民党担任市长的参选人到底是谁，现在也拢无消息。对此，担任市议会国民党团要求中央党部赶紧定选举的办法，互有意参选市长、议员、家己党的人会当提前备战，为选情加温。赖神要离开台南了，赖黄哈。那我们也看到或者听闻到地方人士对于我们明年的选情有一些作为，有一些表达啊。那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记者会，呼吁中央党部在8月20号我们新任主席吴敦义吴先生上任之后，尽快对于6都的市长人选，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办法出来。我们今仔日国民党议员会当讲的是自力救济、自力精算。我希望市长的候选人到底要怎选？议员退区要怎提名？你就提名的办法是安怎？简单说，明年9合1选举，国民党以政策、以提名办法是怎样，要尽快公布。反正你要议员交想要参选市长候选人有所遵循。市长选举、议员选举400公尺，民进党已经走300公尺了。国民党团表示，民进党地点执行较大，已经引起不少的民怨，所以呼吁将要上任的党主席吴敦义，赶紧让选举的办法出炉，推出适合的市长人选，来争取2018年的胜利。台湾新闻正上郭博义采访报道。在民国74年，当时政府将大减安顺厂的气温地卖予中石化公司时，依照当时的租约有1/3土地是属于渔民，所以有继续承租甲继承权。不过现在中石化却一概否认。面对该项争议，议员郭清华介入协调，希望争取让渔民应该为权益。议员郭清华以及侪渔民下晡做伙伫区公所召开会议，因表示，伫民国74年迄当阵，个人事业委员会依照375租约政策，将原来大减安顺厂渔温2/3的土地卖予中石化公司，但因为中石化公司主张该土地无375租约，该公司有全部200公顷土地的所有权，所以渔民拢必须向中石化来承租土地。但3当前，中石化已经甲渔民取消租约关系，造成渔民拄到天灾，拢无法度得到政府补偿。因此，渔民希望借着会议来进行协调。顶站看到即个一寡天灾吼，所以遮个渔民吼，拢袂当去请到政府的补助。第一，伊就是无作用吼，这个最终吼的后手吼，就是中石化吼。我希望呢，讲咱社会吼有关单位，咱的政府有关单位，尤其是过去的吼，这个国营会吼，伊来出租到这个中石化的时阵吼，这个1/3是属于咱这个电网的，这算足明确吼。所以咧吼，这个中石化咧吼，嘛会当较紧吼有诚意的吼，出来跟咱遮的渔民的吼，来讲遮即个租约的代志，互咱遮即个375
景车有机田咱这农民的得到因应有的这个1/3的一个权利安尼渔民强调，将近70公顷属于电农的土地，现在价值大约140亿。中石化公司袂当主张该土地无产生物作用，政府也无应该免费将属于电农的土地送予中石化公司，诉求依照当时作业的内容来得到因的权利。但新闻站商郭博义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3档的16岁小细节，今日邀集台南17间高中总共50位学生来进行4个月培训，或者係青少年實際伫劇中來演戲。而這出小因青春的故事，將伫8月18到20喺文化中心演出，明仔請民眾到劇場看因精彩成果。这群青少年朋友因家己编写故事，家己练习演出，也透过一届又一届的排演，学习到互相合作、团队成长的重要性。由文化局所规划，已经迈入第3档的16岁小细节，参与的青少年朋友人数一届比一届更加多。这届总共集合了50位学生，有的做幕后的准备，有的做幕前的演出，发挥各自的专长，共同来完成这一部又一部写下因青春记忆的戏剧。一开始呢，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不重视后台，一开始还有点难过，可是后来慢慢的推演。后来我就也学到说，其实后台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被忽略，后台也很重要，没有道具，大家怎么演？不过刚好因为人员的调度，我后来也有一小段戏这样，学到就是了解了说，其实不是只有演员重要，所有的人都很重要。觉得在这边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怎么跟大家合作，因为说实话，以前可能一些小的戏剧活动，自己因为可以兼很多工作，就不会觉得说制作组很厉害，或谁特别厉害。可是来到这边就会特别感谢很多，不管是行政、制作、幕后、幕前，都会觉得他们太伟大了。对。一寡青少年朋友用因的生活经验写剧本，演出发生伫因身上大大小小，希望叫做是青春的故事，也互16岁小细节所演出的戏剧，更加打进少年人的想法，也充满了侪创意。那今年的这个内容呢，也非常的包罗万象。我们有从自己出发的，比如说我们有7个月就有换肝的这个少女她的故事，或者是有脊椎侧弯的女孩，她如何克服自己先天的这个困境，然后有一些对生命的礼物，然后还有这个对于自己家长或者父母的故事的去了解。那除了这些比较写实或是生活的片段，我们有一些少年他们的奇想，比如说他们想要谈恋爱啊，我们就用一个电玩形式来教一个恋爱的教室，或者是他们比如说直播这件事情对他们是非常的这个普遍的，我们有一个直播的片段，然后来做。那所以很欢迎大家8月18、19、20一定要来原生剧场来看戏。伫咧排戏演戏的过程，互这群青少年朋友更加了解剧场，也更加了解彼此之间分工合作的重要。同时，透过安尼过程，也互16岁青少年朋友更加成长。伫咧今年的热天，记录下属于因特别的16岁成年礼。关心网站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侠盗联盟这出新电影对8月11号开始上映，嘛是刘德华伫拍片受伤以后所翕的第一部影片。
电影内容是对坎城影展所真正发生的切德案来改编，加上片中精彩动作安排，嘛，好一开始票房就冲出好成绩。改编自坎城影展发生的真实窃盗案，由冯德伦执导，刘德华、舒淇、杨佑宁及邵文诺共同主演的动作冒险片，述说在欧洲发生的夺宝之旅。Once a thief, always a thief. I try painting, but I'm just better at stealing art than making it. 我们现在计划大致是怎样 Plan B， 那就预祝我们旗开得胜！一上映就冲出了好成绩，《侠盗联盟》上周攀升到第3名。在接受中嘉新闻独家专访时，导演冯德伦与天王刘德华、杨佑宁分享拍摄这一部片要挑战的难点。控制那个drone 那个就是航拍器，对，就是怎么去空拍，对，去控制那个空拍器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要求呢，就是说一定它那个数值要跟我们拍人的一样。其实我们可以飞那种小小的之后放大，但是那个 quality 会出来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个就差不多有半个房间这样大的，就飞上天空。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但是就非常有趣。这个东西本来它又要运送那么贵的机器上去嘛，它有一个小小的按钮，你按它有一个小小的降落伞会掉。真的，如果坏掉，它现在是不是要定？如果你要定，是不是要2部，还是要几部？好像1部都可以。因为他怕摔啊，然后他一定要你多定一个。我们以前定就这样。哦，是吗？对啊。这个。对啊，所以在科技的部分，就是觉得比较困难。这个困难因为很贵啊。最近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新的发展的乱丢它都会就稳定，对，很厉害。我最难就是开摩托车，这个是我最难。所有人都觉得你很会骑。那么多年下来没有好过，所有人都以为你会骑，也没有进步，真的。那个烈火战车那么多场，你怎么每场？真的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都在外面铺了那些什么海绵垫啊什么的。有一个很好笑，就是那个就好像你说的那个舒淇在外面，我是梁咏琪在后面，然后很快啊，我就直线来嘛，我就很快不管了，就是然后后面是放了那个纸盒啊，就我如果冲过去我就撞那些纸盒。停这个一停，他就这样，后面哇就出去了。所以你把梁咏琪甩出去。拍戏真的很危险。对啊，所以我很怕那个，因为我姐姐是骑那个单车，给车给撞，就缝了针，然后我弟弟就是开那个撞，就断手，所以家里从来没有不给我们开这个。我也是骑那个越野摩托车那段，那是真的蛮危险的，对，因为它那个速度快，然后它的那个离心力跟一般车子是不一样，因为可能我们车子打这边方向盘，人会跟着转嘛，但它那个车子因为它4个轮子，所以你跟一般摩托车那种离心力不一样。那我也是，我后面要载一个舒淇，压力超级大，因为觉得你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你至少你还是对你自己嘛。现在后面有另外一个人在你后面，你真的压力就特别大。邀请到天王天后演出，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神拍摄。电影公司期待这部有国际水准的电影满足观众，再创佳绩。《侠盗联盟》是全台湾最大的院线发行片商 Catch Play 发行的最新强档电影。目前中嘉 BBTV 的随选影片与 Catch Play 公司已签订合作，由 Catch Play 公司所发行的电影，将来都可以在 BBTV 电影馆中订购欣赏。这次你要梦想田音乐馆对3档前就开始办理上梦音乐季，邀请日本当家音乐系教授共同打造国际学习教室。对每一天拢无同演奏家办音乐会，同时嘛安排了音乐讲座等等的课程，希望让音乐学习对生活当中开始培养。
打造出国际级还是音乐的环境为目标。梦想田音乐馆对2014年开始，就积极甲日本东京世足音乐大学合作，办理上梦音乐季。大年学生伫咧国内也会当接受到日本音乐学院的知识。同时，伫咧音乐季办理的8月14号到8月19号这段时间，举办无同款家己的音乐家来演奏出迷人的音乐，让音乐走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跟习俗学院的一个合作，其实是起源于就是我们的林执行长林文新执行长，他跟日本在习俗学院这方面的一个学习环境，一直觉得说很希望把这个优质的一个学习机会可以带到台湾这边来。那当然，我们台湾这边优秀的师资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去做集合。那由台日老师们共同的一个学习的指导，那开设了个别课程、大师班、讲座以及音乐会。那每天晚上系列的一个配合之下，那孩子在这一整个礼拜的学习里面，透过实务的一个技巧的一个精进，那也从音乐会当中去观摩，也从讲座当中去得到学习的一个概念。那这是我们希望在小梦音乐季里面扎扎实实的在音乐的一个学习培养养成路上，在每年暑假带给台湾的一个学子的。台湾甲日本共同合作，并且由日本东京世足专业的音乐教授进行教学甲指导，现场由翻译的人员来协助解决语言上沟通的问题。欢迎喜爱音乐的大朋友、小朋友做伙来梦想田音乐馆，享受学习音乐的趣味。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湾人口老化速度是全世界第一，所以吉米下中心对去年5月成立高龄急诊的整合团队，而且伫7月佮首次伫国际期刊发表老大人伫急诊的评估量表，希望成为急诊甲高龄医疗的重要参考。吉米医学中心自去年5月率先成立高龄急诊整合团队，结合护理、老人医学、甲缓和医疗等跨部科单位，提供长者优先的健康医疗照护，也跳脱一般民众对急诊的印象。其实我们全台湾其实都没有对这个，我们急诊基本上都不是为高龄长者所设计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高龄长者其实，在台湾这个人口老化越来越快速。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急诊应该要对这些老人家有更友善的环境，然后这个我们医护人员的训练要更针对这些老人家的一些症状来处理。另外就是说，这些老人家其实有很多，他可能不是只有单纯这个身体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心理、社会一些家庭的问题。那这些的话，在目前的我们急诊的话，可能都没办法去完全去处理，我们可能只有处理病，那没有针对他的真正的问题处理到。所以导致我们这些高龄的长者呢，常常会反复来医院来急诊。所以呢，我们这个奇美医院呢急诊部呢，我们就这个结合了各个学科那我们做一个跨领域的团队那我们来针对我们这个高龄长者在急诊的医疗品质做提升的努力。对此，吉米医学中心佮首创急诊高龄的评估量表，全面性评估病人的身心以及家庭甲经济状况，照着急诊心态选病人的问题。而这套量表也伫今年7月率先发表伫国际期刊，成为急诊甲高龄医学界的重要参考。包括什么谵妄啊、跌倒啦、失智啊、忧郁啊、家庭问题啊、或是有没有照顾者的问题啊，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家有没有可能需要安宁缓和的问题啊，这个全部都有在里面。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性的，我们去评估这个高龄的长者不会只看到他的病，像说发烧像说喘其实他这些可能不是真的有病，他可能心理不好或者是说家庭照顾有问题这些。那我们用这个量表，我们整个全面性把它评估，把那问题一个抓出来。那你针对问题去解决，它症状才能缓解。医师指出，急诊室是高龄长者常常使用的紧急医疗资源，因此透过急诊进行评估，可当直接转介到老人医学科甲缓和医疗中心，安排住院或者是门诊，减少病人重复看诊甲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
台南县市合并以后，市府为了缩短城乡的距离，持续改善，同时建设新的道路工程，以山横山纵为目标，开辟完成大台南的快速道路，不管对北到南、由东到西，拢会当快速相通，希望实现台南市30分钟生活圈的理想。之前每天到南科上班啊，都会塞在省道至南科那一段，然后现在多了这一条高架桥啊，现在每天上下班节省不少时间。另外，现在多了那一条北外环道路，现在从南科到高铁那一段啊，也节省了不少时间。我主要是住在那个火车站后站那边啦。以前如果要去那个高速公路往北，有没有？你要么就是先到永康再上去，不然就是要那个绕回去仁德才可以上去，这样不是很方便啦。自从那个大安交流道开了之后，我只要那个小道路开到底，就可以直接上去了，真的那个时间省很多，不错。我们合并了以后，我们完成了3横3纵的高快速公路网。所谓3纵，就是国道1号中山高、国道3号2高，还有台61线的这个西边快速公路。那3横呢，就是台84的这个北边义景线，还有国道8号，还有台86的台湾关庙线。同时，我们也增加或改善了3个交流道，一个是这个柳营交流道，那第二个是这个大湾交流道，第三我们也改善了这个仁德交流道，成为真正高快速公路网。任何起点交流道上去到终点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在30分钟之内呢到达，所以真正完成我们30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的这个路网。建设一个城市，要先从架构好交通网路做起。尤其大台南幅员辽阔，更需要完成道路的基础建设，来缩短城乡距离。自民国99年台南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后，市府便不遗余力加强交通建设。7年时间，总共投入约200亿经费，以30分钟生活圈为目标。台84线及台86线于全线通车后，紧接着增强交通枢纽的连接性，增设了大湾交流道、柳营交流道及改善仁德交流道，3横3纵大串联，完成大台南的快速道路路网的建设，让台南不管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全面快速相通。为强化3横3纵快速公路路网功能，台南市政府也积极改善了区域型交通建设。县市合并后，完成了45件生活圈道路建设、96件市区道路建设、26件拓宽道路建设及35件桥梁改建工程建设。于106年3月12日完成通车的台江大道，全线工程耗时10多年，总经费高达63.3亿元。除了改善了地区交通外，也完整的建构出台南市东西向外环道路。为了使台江大道进一步向西跨越曾文溪，连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市府再度积极向中央争取新建曾文溪景观大桥。行政院也已核定相关经费，预计将于111年底完工，并持续争取台61线延伸新辟工程，延伸入我们大道及新建跨渔港大桥，使台61线可往南衔接台17线，完整发挥南北连贯功能。而由中央补助持续办理104年到107年生活圈道路计划，包含盐水区南80线往南延伸至新营复兴路道路新辟工程、下营南外环道路新辟工程、台南市六甲西侧外环道路工程、西港东侧外环道路新辟工程、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新化区高铁沙仑站桥下道路第2期后续工程等16项道路工程建设，总经费约140亿。因为我们的人口少，面积又大，相较之下呢，我们分散又集中。那为什么会分散呢？因为我们的面积大，但是人口数少。
但是为什么是集中呢？我们会集中在这个乡镇里面，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多的公路系统来串联，这样子呢，才能够促进我们台南市的发展。那有鉴于此呢，市长在台南县市合并之后，特别注重这个生活圈的这个计划的争取，所以呢，我们在104年到107年的生活圈计划，我们总共争取了16条的道路。那这16条道路里面呢，其中有1条就是快速道路，其中是沿着盐水溪，所以它是直接可以一直从新市一直沿着盐水溪一直到安平，这是我们以后的长远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新建这个完善的公路系统呢，我们可以打造以后各乡镇联络的30分钟的生活圈。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尔后我们的城市跟城市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连结呢，会更为完善，也会更为方便。那对于以后会奠定我们台南市以后发展的这个基石。目前台南市推动中的重大建设，包括台南市国际会展中心、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永康炮校迁移及关庙校区新建案、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之沙仑绿能科学城等，皆能与交通建设相辅相成，使台南市的各项公共建设达到最大的效益。相信未来这些建设逐一完成后，能真正落实台南市成为一个更繁荣、幸福的宜居城市。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分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